主后2023年10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夸耀软弱。圣经咱做来听读哥林多后书1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我一定着点，虽然无利益，毋过我要讲主予我的异象甲启示。我知有一个人信基督的人，伫14年前，互主带到第三层天。我毋知伊的身躯有上去，还是简单看见异象，只有上帝知。我知有一个人受带到乐园，伊的身躯有受接上去，还是简单看见异象，我毋知，只有上帝知。伫伊有听见用话袂当表达，用喙袂当讲出的事。我要点即个人，毋过我的软弱以外，我袂为着家己点。其实我若要点，嘛袂算是空空，因为我要讲的是事实。毋过我袂点家己，才免人对我的评价超过因所看到、所听见的。为着要互我无因为有看见真济的启示，直到自果得意，伫我的身躯有一支刺，亲像撒旦的使者在甲我苦楚，互我袂伤自果得意。为着这项代志，我捌3遍恳求主，互迄支刺离开。伊应我讲，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，因为你软弱的时，我的气力才会当完全发挥。因为安尼，我特别爱夸口我的软弱，通互基督的气力踮伫我身上。为着基督的缘故，我甲软弱、侮辱、困苦、艰难、甲迫害看做好，因为我软弱的时，我就上坚强。夸耀软弱。每年白沙屯妈祖的绕境是台湾宗教界的大事之一。民间成团妈祖銮桥家己会震动。有人伫网络发文讲，伊为着安尼甲长辈争论，好奇桥板为甚物毋甲銮桥放落来，互所有的信徒同齐见证奇迹。发文者表示，伊方指责有安尼的想法是对妈祖不敬。进一步佫讲，妈祖慈悲为怀，佫真亲民，表演互大家看一个，敢讲伊会介意？也有网友认为，看起来妈祖若像通控制光桥的人，总是实际上妈祖还是互桥板光伫行。伫即件代志顶面，妈祖銮桥的路线和人是真有关系的。规约中，上帝的约柜也是互祭司光伫行。若安尼，约柜和妈祖銮桥有啥物差别呢？当人掠做帮上帝光桥，用迎神赛会方式带入带出，就亲像妈祖出巡。即种信仰观念和民间宗教并无两样。实际上，基督宗教的信仰甲其他宗教有差别，在于上帝并无在意形式上的失败，为着要互人认捌什么是真正的能力甲德性。撒母耳记上卷第4章到第5章记载，费斯人来攻打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甲约柜扛出来，掠做上帝的救恩。
毋过，上帝却透过约柜受抢，显明伊的主体性，伊才是历史的主角。反观咱去到浮沉的人生中间，到底上帝伫咱的生命中安怎成做主角？这是保罗的论述中一个真重要的主题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保罗讲伊捌受提到第三层天，听见袂当用言语表达，也袂当用喙舌描述的代志。就算安尼，为着要互保罗袂因为得到真侪奇德启示就骄傲自高，主互伊忍受一种病痛，亲像刺，救甜伫心上，互伊毋敢骄傲。虽然保罗捌三遍求主刷开即支刺，主却对伊讲：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，因为你软弱的时，我的气力才会当完全发挥。因为安尼，为着基督的缘故，保罗乐意忍受软弱、侮慢、困苦、艰难和迫害。因为保罗体认到，伊什么时阵软弱，什么时阵就刚强。保罗夸口的是伊的不足和软弱，这个拢互伊搁较会当体会主耶稣的疼甲怜悯，就亲像主对伊讲的：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。保罗爱哥林多信徒省察家己，无论是因对保罗的藐视，还是因对超级使徒的推崇，拢表明因并毋是真正认捌主耶稣。上帝允准家己的约柜互抢去，互藏踮非士人的大袞庙里，和民间宗教中间敢若会晓显神威的神明真无共。上帝是允准家己选民的国家灭亡，家己的圣殿受拆毁，象征伊同在记号的约柜上抢夺的神。搁较免讲，伊亲自道成肉身，受定死伫各各他山顶的十字架。虽然安尼，上帝犹原向世间人显明伊的大能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生命更新的信徒，会伫耶稣面前谦卑落来？我是毋是生命更新的信徒，会伫耶稣面前谦卑落来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你的恩典够业我用，就算我还会软弱，还会陷入恐惧，感谢你犹原扶持我，互我信心搁较坚定，甲你同行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